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8月初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卡罗风台对台湾北海岸影响是真大，昨规工拢是一阵风一阵雨，甚至有车红灯去互风扇甲倒去。新北金山老街大部分的店家嘛拢无开店。若海边啊起大影，有民众是隔皮皮内要看影，海巡人员是紧甲扣劝，请伊离开。风正头海涌正大，一波接一波，一扫起来河边，本地是一片金黄色的海沙布，即马顶悬拢是粪扫。风台内啊，第一个受影响的北海岸，规工拢是有时出日头，有时落雨，阁有强阵风。烦恼民众来海边啊看海影伤危险，海巡透早就出来巡。风台警报发布，北海岸沿岸海沙堡的入口处拢由封锁到洗白，滨海店家有做生意的，敢若剩少数尔。好像风浪很大吧？可能没有人敢来。真的啦，还有这边是看天气在吃饭。真侪人爱去耍的金山老街嘛是拢无人，有店家搭的布棚风吹甲变去，店的招牌嘛互强风吹甲动海。这摆风台的强阵风覆业，这是真烦恼。就算无开店嘛，早等来加强风台措施。我们会用一些砖头去压在一些玻璃的帆布，然后外面一些比较大的招牌，可能我们就会请厂商把它卷起来啊，然后就是看一下亚克力那些有没有掉下来，或者是比较破损的。滨海公路有青红灯，互强阵风是吹甲拢落去啊，还有一条电线对风海来海去，只是伫个一下路一下无路的风雨内面，同款有一堆人伫路边的凉亭咧欣赏大影。海巡队员提醒讲，根据气象资料，加人北海岸一直到拜五，拢可能有10级到11级的强阵风，民众要注意安全，尽量莫去海边啊。记者综合报道。昨因为风台逼我，全台湾有8个县市发布强风特报，亲像新北都传出树仔甲工地因价倒去的意外。若台东是靠火烧风，温度冲到39度C，而且今仔日红头树火烧岛的阵风可能有到12级，请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在尾仔边的厝顶爬甲规个光，伫个台东的国际地标，为内底规个放弃，来甲规涂骹，来遮行大游客。看到这个情形嘛，规个硬气。垮下来，没有预期到，这一波的卡努台风，距离台东这么远，那也造成我们国际地标的这样一个装置艺术有一些破损。官府接到通报，上游封锁线暂时无开放。台东受到风台的影响，车站早起风是真透，瞬间的阵风达到8级，就连当地真出名的铁花新竹路嘛传出灾情。啊！倒了！边仔倒去，物件嘛吹到东倒西歪。现场至少有60人领布棚，因为袂当咧透风，全规个吹歹去。反而赶紧来处理，估计损失至少有40万。这样都解封？对啊，这个可能有些都要买新的啦。山顶看起规个是真营业，比南溪迄块地因为透风，规个拢风飞沙。也若台东毋若风大，卡罗风台的外围环流沉降。地主当地出现火烧风，温度捌降到39.2度，出门时热热，有家长带囡仔去游水池耍水。以前分风也没有那么热，今天特别热。台东传出灾情，车路是规个稀稀火火，真侪路边的树仔倒去，是落甲规涂骹。因为拄着透火烧风，嘛决定测试规工台东热气球的活动全部取消。风开始变大了哦。外面这个青阳顶断做2月，倒伫个路中央，依然嘛受到强阵风的影响，警方去现场做交通管制。加在登去的迄当阵无人甲车经过，也若伫个新北市，新庄受工地严格，若像是袂当咧透风，向全倒去，嘛牵连到附近的人家厝，也若这个建案已经封下令停工。那现场无人受伤受困，有1户民宅窗户，2户民宅屋檐遭鹰架倒塌而毁损。外面内底一个乌影向相对涂骹去，伫个新店的巷仔底，嘛有树仔倒去，当场就甲8只乌托摆缀掉咧。即马卡罗风台愈来愈活，风台风伫个全台湾造成灾情。虽然部分地区的雨势无大，不过民众出门的时阵，也是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中部以北甲南部的山区拢会落雨。咱来看温度。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西半部有机会上大雨，尤其是南投的山区，雨会落较粗。中南部、东部甲外岛也有可能会落大水雨。另外，基隆北海岸的风阵头有10级到11级，甚至以北甲台东的风嘛有9级到10级。若山区有可能崩山、落落石、溪水涨悬，就要注意。温度方面，今仔日日是高温30度到33度，台东靠海上风，温度上悬可能有到38度。虽然卡洛风台的暴风圈啊伫咧北部，不过恒春半岛煞有10级的阵风。专家讲，这是正常的地理效应。风上强的所在会出现伫咱台湾的上北边甲上南边，因为风影上大，今仔日屏东往回小流区的船帮嘛拢无开。拍情花影比人较悬，互人感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威力。树啊也吹甲东岛西歪。恒春气象站表示，摻插透早5点过后，恒春半岛就透强风，10级、11级阵风交替出现。台风是属于这种逆时针，在北海岸跟那个最南端的这个恒春半岛这边，两端这边会有最强的这种现象。暴风圈威胁北台湾的卡努风台，乃会影响台湾上南边呢？当地气象站解说是甲无效应造成，会予台湾南北两边拢可能出现强阵风。昆天国家公园管理处也伫沙坡拢插2面红旗，今年做有动力海洋活动，免受水生水，不过也受民众挖近海边。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加上适逢大潮，部分沙滩如南湾、白沙、船湾石等。风浪较大。景观处表示，而且海边巡逻员加强管理游客，不过风大状况也影响交通。船身游到真厉害，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的交通船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风险变大。车衫切到影悬1.3公尺，也在安全行驶范围内。不过风险和船身是摇来撼去，看起来真惊险。这是有过影悬会超过2公尺，东流线全面停驶。受卡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预估风力达6级，浪高2米以上，所以明天会停航1天。啊，为了提早回来啦哦。顶条里啊无路用啊，水上活动根本无法度啊。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年度8楼也互屏东东港镇东镇里、甲高雄基镇较低所在，连2港因为海水倒灌出现好天积水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是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审计部去年的报告指出，20岁到44岁平均超过5成拢还未结婚，是生囝率创新低的主要的原因。审计部表示，目前因应囝生少的对策，对未婚族群的部分做无够照全。来看联合报，医疗事故预防甲争议的处理法明年元旦施行。卫福部公布细节甲8条处罚的草案。未来若发生医疗争议，会有关怀机制介入调解，调解失败才会使提告。来看中国时报，纸人7月底是用电高峰，而且逐年的用电量拢在增加。不过根据台电上新的统计，今年7月高峰是3961万千瓦，若无拍破纪录，阁比去年的高点减115万千瓦，这嘛是11年来头一届出现减少的纪录。来看台电的包厢，有一台工程车昨中昼伫桃园复兴区并车并落去山坎，车顶拢总6个人，其中有4个人不幸过往。不过台电表示，当地有铁塔改建的工程，因为做风台，包厢有讲因未出班，所以这事故的原因要加调查。救援人员赶紧将受困的伤者为病牵救起来，确定生命现象稳定了后，赶紧送医。还右脚有匕首骨折，额头有一个很大的开放点。不过下骹也有几个伤者等待救援，救援人员冒大雨落去找找，马上用锁转接，因为山区一直落大雨，路下也搁行，救援真困难。摔落山坎的6个人当中，有4个人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下降到这个150公尺的这个地方，那到达现场发现有4位民众欧卡，那另外有2位民众清醒。
代志发生伫初三中昼12点左右，一台台电苏变电工程处北区施工处城南乡的工程车，经过通市复兴乡高旗村索湖路省辖道路3公里的所在，车并入150公尺深的山坎，车顶有拉人，车甲人往落去。台电表示，当地进行是台七线铁塔改起工程，车站确诊因为风台无要处理工作，城南乡也汇报无出工。早上我们因为台风的关系。我们像那个北记忆的工地，今天都停工。那复兴区那边工地早上我们都有这个公务单位都有确认过，说你今天不会施工，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们讲今天不做，结果偷偷跑去做还是怎样？同时，消防局表示，车顶5男1女当中，其中4个人是泰国籍，身份还佫进一步确认。台电表示，是毋是工班家己决定施工，甲事故发生的原因，已经由总公司来进行了解，佮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那顶礼拜加向中国的风台度所多，因为外围环流影响，北京是上大雨，雨量有到700毫米，是114年来上济纪录。当地做大水已经造成21个人死亡，数十万人撤离。因为中国当咧办世大运，习近平是拖到初一才承认讲，因的灾情是真严重。救援人员坐手灵艇，伫淹水的车路找找受困的民众，因为水淹超过1层楼悬，有民众伫3楼等待救援。中国河北省最近就超磅的大水雨，地区真侪所在拢做大水。北京市气象局表示，为顶礼拜六到即礼拜三早起为止，测到744.8毫米，雨量是真惊人。其中受灾上较严重的是北京西南部的小城市德州。没电没水，就是特别恐惧，感觉一片汪洋，哪儿都飘着点子那个东西，感觉心里太难受。说这个雨呢，是我从这个近40多年来就是遇过的最大的一次雨。北京拄到140年来上大的大水雨，附近的地区拢受到牵连。破纪录的雨量，致使真侪气象站记载袂牢，电力通讯设备故障，失去联络。连人讲600年来毋捌做大水的紫禁城、甲天安门，甚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拢淹水，天机坪变做一个湖共款，水位差不多有甲半个车轮悬。袂少房机因为安尼万分，即届做大水造成严重的伤亡，高市德州都有几10万人洪撤离。从昨天下午3点就开始转移，因为昨天下午是水流比较大，一直是大约的话应该转移出1000人来左右吧。你看基本上全部转移了，剩下的就刚才说的，就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不好转移，我们还在协调。不过，中国官方渗透是完全无提起灾情，尤其时机拄好是伫世大运开幕，甲8月建军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到8月初1出席活动，才公开承认水灾造成重大人员的伤亡，要求各地都要全力来搜救失去联络甲受困的人员。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来看韩国昨发生一个攻击的案件，嫌犯先是塞车乌白弄过路人，刷落来落车了后，看到人就举刀啊乌白抬，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商场为外口甲内底涂骹拢是火者，就知凶手刷电动的路线，甲受伤人心中有偌惊吓。嫌犯当场被抓，高雄警方一直讲，经过前道不明组织车来抬人，想要将不义的代志公诸大众，初判伊无食刀或者是食酒。媒体报道指出，伊做送会员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이상 동기 범죄에 대한 국민 불안이 극도로 높은 상황에서 이와 유사성이 있는 사건이 연달아 발생함에 따라 시안을 담당하고 있는 경찰의 책임자로서 매우 엄중하고 위급한 상황이라고 판단하고 있습니다. 제3회 야마대 경기도 상남시 분동区수현 AK8会场场23岁姓崔查甫人先是开车冲去进行道，弄伤路人，车无法度叮当了后，就提到紧急百货公司，看到人头铺造成死伤。 개인적 원한에 의한 전통적인 범죄와 달리 일련의 사건들은 그 누구도 피해자가 될 수 있다는 점에서 이전의 범죄와 궤를 달리하며 사실상 테러 행위와도
같습니다. 最近啊，民众行伫公共场所拢心惊惊，因为顶个月至伊伫首尔新林东街路才发生一个查甫人提刀乌白乱扑的死伤事件，即马佫发生同款的代志。当局初三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应，都要伫人群密集所在加强夜间巡逻，也讨论强化监视系统等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巴西有警察去互卖毒品的乌道抬死了后，即马是开始稽查要扫乌，所发生激烈的枪战，尚无造成45个人死亡。到伫警方直升机飞过里约这个贫民区的时阵，地面的警车全面部署，会当听到连续的枪声。警方也穿伫枪战现场警戒，过程有人互拍死。巴西媒体报道，死者当中有一个摇头，甲一个毒贩。根据警方的线报，迄天帮派集团首领伫当地有一场密会。Após a progressão no terreno e a chegada na região de mata, local onde acontecia efetivamente a reunião, fomos recebidos por muitos tiros, armas de guerra que demonstram o poder bélico desta facção criminosa que atua naquela região. 过去这几天，巴西有3个州的警方针对毒品帮派大规模突击，除了里约、伫圣保罗州，连开拢总5天的盾牌行动，冲突的时阵拢总有10多人死亡。另外，伫东北部的巴伊亚州，警方表示有将近20个嫌犯互拍死。初二，滨海城市的过路者一个特种部队警官互杀害。圣保罗州就展开行动，掠到58人，找到385斤毒品甲枪。巴西司法部长迪诺批评这个行动甲帮派所犯的罪嫌比起来，付出上侪代价。圣保罗州长福瑞塔斯捌伫初一表示，警方对立损失2个关键。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过路者的突击行动正明显是对一个警察的死亡伫报复。里约州议长牵涉伫里约散车区的枪战，那亲像甲当地居民带入活地港。枪战迄天附近学校拢关起来，差不多3220个学生囡仔被逼爱踮伫厝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有2个海军兵啊，因为涉嫌漏泄军事机密予中国，即马互抓起来。啊，那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对美国来讲，上大威胁就是中国。美国邀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去访问华府，不过无得到回应。根据路透社报道，前中国外交部长真讲7月底向去访面试了后，华府就去邀请王毅啊。再来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 讲因的头人因为叙利亚的冲突互杀死，即马伊嘛正式宣布新的接班人人选。镜头转来到国内，中科院伫屏东的九片基地，昨要甲火药烧毁掉时阵，煞无张持烧起来，造成4个人受伤。因为火药咧烧的速度真紧，温度会当到2000度，有3个人的伤势是较严重，其中1个人的身躯有95%烧烫伤，啊，那事故的原因要搁来调查。救护车驶到边，救人员赶紧甲伤员送急诊救治。初三早起10点，中科院九坪基地，崔研究传出催进剂制成已有销毁作业，因为不明原因导火，谢人员烧烫伤，赶紧送去屏东南门病院、恒春基督教病院、甲恒春旅游病院救治。随后，各军人员赶紧病院，甲伤员接走。他那个爆炸伤让肺部可能有一点伤害到了。4个伤者陆续转送高雄左营南部上早成立烧伤中心的国军高雄总病院，左营分院接受治疗。一个轻伤的住普通病房，另外有3个人伤势较重，分别是40%、60%、甲95%的烧烫伤。是初步是95%，就是深2度到3度，95% 应该说是极度危险。那这几天都是它的关键期，我们会尽全院的力量。总统府讲，国防部长邱国正伫第一时间向蔡总统报告。总统指示要全力协助救治，因为催进剂导火速度紧，温度会到2000度以上，真容易致死严重的烧烫伤。一般来讲，推进剂的温度呢，将近2、3千度。我们一般的黄焰壶就是一般的火焰，可能是800到1000以内。所以你穿在身上的黄焰壶，其实有时候是挡不住的。伊向二讲，迄阵4个人当咧布线作业，也未接电。不过伫布线过程中，因不明原因废料煞死火倒起来。不过详细原因，阁会等中科院全面鉴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昨上北基隆甲宜兰拢有歇风台假，即外送平台嘛爱暂停服务。若准讲平台继续要求外送员上班，上当会当罚10万块。不过，煞有人投诉讲看到外送员咧接单，台北劳动局表示，若确定是事实，就会处分。
这个所在平常时啊是有真侪外省员，不过今仔因为风台天停止上班上课，所以也有真侪民众家己出来买。湘北、嘉南阁有宜兰，因为卡落风台，今仔日迄个风台价，台北市劳动局是表示，若迄个风台价，外省平台就爱通知外省员停止服务。对于惯势叫外省的民众来讲，虽然知影是为了安全，不过也讲有淡薄仔无方便。蛮不方便，就是要变成出门要买。台风天没有办法使用外送服务，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当然不会啊，因为你不能说因为自己不能出去，然后就要别人的小孩出去，这样不好吧？不会啦，还好啦，安全比较重要。台北市劳动局是表示，当初制定台北市外省平台驻地条例时，要求外省平台卖予外省员出勤，是为着保护外省员的安全。违法相关会当罚10万块。外省平台产业工会是接到投诉讲，有外省员伫风台天接到单，也是爱出去走。提前的预约单，他可能在今天以前已经先做下定的动作。那在工会方的立场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其实是安全问题。像另外一个平台，它其实就有公告表明说，就是8月3号全部的订单，包含预订单，它都会做取消的动作。平台业者如果让我们知道的，我们查证确实属实的话，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台北市的自治条例去做处理，我们就会裁罚2到10万。工会表示，会阁继续针对风台天接单的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劳动局也表示，针对这件投诉会去调查，进行裁罚。记者柯嘉珊、小桂林台北报道。台湾久无风台来啊，一寡民众进去超市抢买菜色，若介绍嘛有小可记淡薄。依然都有农民是赶紧抢上葱啊，若台东正式起来农民是烦恼火烧风会酸长农作物，赶紧压水降温度。卖番麦大的大雨伞，伫一阵强风之下摇了真厉害。一早台北市这搭菜市啊人袂少，连锁超市货架顶头青菜抢了了。来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1楼的菜市啊，叶菜类蔬菜供应阁算充足，阁有单促销一堆50块。一堆都50块啊，每个礼拜四都还没人买，就在这边买就好了。对啊，这里应有尽有。这里菜还比全联多，还有新鲜。不过，某民众感觉菜有变贵。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表示，蔬菜产地前一天因为大雨有减少采收，所以3号到货量来到993吨，比昨暗减1成，平均价销来到10公斤41块3，小起4%。交易也算蛮热络的，所以也蛮顺畅的。所以今天平均单价相较于昨天，是有微涨了1.6元。卡努风台靠近，风雨会慢慢变强。宜兰3省农民嘛，赶紧趁一早风雨细的时阵赶紧抢收。不过，会当采收的其实有限，该考虑到是毋是有农药残留，只好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农药期还没有过啊，所以说也只能就是听天由命了。听天由命。伫台东的石徛园，农民嘛赶紧拍开压水的系统来降温。虽然卡努未直接来，但可能会出现分风。烦恼损失扩大，农民除了降温，嘛把握时间整机条来防风。也是会影响到释迦花，它会伤它。农业部除了提醒农民做好准备，避免灾害发生，嘛表示农特水产品目前供应稳定，那市场价销波动，必要时阵会启动相关的调节机制来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平湖伫4月底发生一件交通纠纷，有6个游客拍一个在地人，佮共人喊车。经过3个月调查，平湖地检署依照刑法的伤害、强制佮毁损等等的罪嫌，甲这动手的5个人提起公诉。几个游客甲轿车砸落来，摕安全帽啊去牵轿车的挡风玻璃和车窗，甚至甲驾驶拖出来拍。因为4月26日，平湖当地一个姓洪的驾驶伫个东围迄边，和骑奥多麦的6个台湾观光客是发生行车纠纷，结果互拍。检方调查了后，找伊甲动手的5个人起诉。被告5人涉犯刑法公共场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实施强暴、胁迫、致生公众或交通往来危险罪嫌，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嫌，强制罪嫌以毁损罪嫌。毋但毁损罪，游客动手去拍姓洪的查某人，嘛是涉犯伤害罪。根据了解，姓洪的查某人进前是关官救老爸，迄天是为着看病才出门的，所以互拍甲头含遮侪所在拢受伤，事后阁送急诊。代志互平湖的居民真不满，馆长陈公福顶人嘛讲，无欢迎暴力分子。我们当然要求
重罚啊。那对于我们受害者、被害者，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个得到公道的补偿。在游客106个人内面，敢若一个姓林的被告，检方伫问相关人员含看一寡画面了后，认为讲姓林的敢若是留伫现场无动手，无甲起诉。对了谴责暴力，陈光福嘛讲会继续提供家属法律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公告，自2015年开始，要限制用一届就拼掉的旅馆卫生用品，业者嘛袂使主动提供。若台南市是搁较严格，拍算要为2016年开始全面禁止。行入房间内底物件拢总有，因为民众敢若带衫裤地使来带，毋过未来去带饭店、民宿，恐惊袂阁看到会当用一排用品。环保署日前公告，2025年开始，饭店、民宿业者袂使阁放一介用品互人客用，但是人客私底下甲业者讨也成买，就无规范。即马台南计划伫咧2026年，被要求业者无论是消费者敢是要用买，完全拢袂使提供。一些备品其实不是很困难，而且体积又很小，而且自己家里应该都有，所以我觉得不会造成民众太大的困扰。大家拢应该很愿意去配合啦，用伫国外一寡经验带入我这间民宿所以阮即马是剩迄个一次性牙刷。台南的饭店、民宿加起来有820间，即6都内底上济。市府为了环保设想，yen呢自治条例比中央的规定更较严格。其实现此时嘛已经有业者开始换大罐量的物件，互人客用。那我们现在虽然还有提供，但我们也会配合政府在2025年的时候，禁止使用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全面来配合。预计在115年起，不主动的来提供我们这些一次性的一个备品，透过我们相关的一个管道来通知我们的旅宿业知悉。现代人真注重环保，饭店业者讲，其实真侪民众拢有家己炸物件的惯势，新的政策要实施，也是惊有部分业者甲民众未适应。管理局表示，9月会开宣导会议，参业者做伙来参详。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大理区的下田里，有一条路煞有3个路名。这居民是住伫大理，毋过户口煞是写乌日区。因为早期行政分界无清楚，有里长想要来整合做规划，毋过民众煞是烦恼农保的问题，无想要改门牌。门牌顶面写台中505公路，毋过批档顶头选用记忆笔特别注明中道西路。在地住70几年的林先生，认为家己是正港的乌日人，毋过实际行政区说属大理，这种无限错乱的情景，敢若住户才分得清。阮老的认我讲的啦，即马少年的是认这个啦。中道西路。当地有同款问题的住户有47户，在地里长讲，这是大理乌日的交界，以早无卫星定位图的资料通好参考，区界划线无分明。地属民众户口伫乌日，行政区说话伫大理，佮加上陆续咧开过路，五公路189项，竟然还佫有中道西路、宽和路2个路名。一个路有3段路名啦，造成地方上困扰啦。包括警政、消防，还有那个户政、地政，就是没办法统一啦。台中市长甲里长想要重整门牌甲行政区界，因我在地做农的民众认为农保拢伫乌日农会，牵涉农保甲证件退换的问题，大部分的住户惊麻烦拒绝，只有维持现状。人员户籍的异动，还有这个道路整编以及证件的这些变更，还有农保等等问题多数的住户目前都不表示同意。那当然我们是尊重民众的这个意愿，暂时先维持现状。民政局讲，行政区界划分爱修法，最近嘛重新调查地方意见。部分民众嘛讲，本所清运保安救灾，拢会产生问题。这款的问题，佫要继续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升格改制做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加2分所嘛要改制，要加强研究南部地区无共土壤条件甲气候的特性，针对这个条件来做农业试验，要提升南部地区农产品的生产效率甲品质。
农气所研究员检查优莱亚生长的状况。这个合作台农2号的优莱亚虽然较细班，不过伊的含油量却较济。农气所讲，考虑到小家庭食食的关系，所以研发栽培这种新的优莱亚。是这个品种的话，它的含油量大概11%到14%，然后它是不转色的品种，那它果实是比较中型的，那比较适合现在小家庭一次吃得完的大小这样子。因为农业会改制农业部，所以有105档历史的农业试验所家己分所，嘛改制做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家己农业试验分所。初三赛时除了举办接牌活动，嘛展现目前推广的成果。那针对产业的问题，我们农事单位可以找到这些解决问题的技术，来辅导产业继续往前转型登滚。那这样子才是跟着农业进到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农气所表示，咱有真好的研发基础，佮有真好的品种资源。面对台湾农业转型，因会配合农业部提升农民收入、甲农产品安全的目标，未来继续培育新的作物，替台湾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增加竞争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语文看榜来看新竹母语囡仔群，为着要推广台语的环境，举办台语的夏令营活动。不管是佚佗，也是人报地戏，全部拢爱讲台语。囡仔用台语来算1、2、3插头人，还佫变换暗光小、水角角等等的动物，大家算了足欢喜。还有戏剧课，佮有就是佮有迄个做布袋戏的课。台语足趣味的嘛？真趣味。吼，所有的囡仔拢浸伫个台语的环境内面，我感觉安尼就好诶。现场佫有完全袂晓台语的囡仔，讲活动参加煞，等去厝也要开始参时代学讲台语。我回去会跟阿公阿妈多讲一些台语。来石头来啊，石头来啊！来开始发光哦。新竹母语囡仔群第8月举办台语夏令营，课程包括台语游戏、台语戏剧教学，佫有布袋戏红仔 DIY 活动，要互囡仔过一个无共款的岁月。阮有一个故事，一个菜园的老阿嬷，所以阮为迄个菜园的菜啊，迄个阿嬷有一个石头啊，石头无去啊，后来就是一寡动物来甲伊斗找，所以这内底有会使学到菜、动物啦，菜甲动物。主办单位讲，其实厝内就是上好学习的所在。举办台语夏令营，只是帮助囡仔开始介意台语，鼓励大家平常时就来较常讲台语，打造一个母语好环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有少年农民甲住伫都市的查某囡仔，两个人返到故乡，做伙利用机械结合智慧科技，做伙来改变庄脚的农业技术。伫咧台南客家地区，农作物拢是10年为主。关系伫城市生活的少年人，要安怎利用现代科技的技术结合传统的农业呢？一礼拜六下暗7点半，对咱的镜头做伙来看创新的少年作息人。最近天气的温度真正创下新高，未少民众拢秘伫冷气房内底避日头。不过对农民来讲，日头更较美，嘛要种作。那对遮的少年农民来讲，更加是真大挑战。尤其是为都市来到农村的现代青年农民。遮迄个在迄个屁股啊，辛苦是辛苦啦，但是迄个较少人会去做啊。所以种是拢无问题啦，是后壁管理较是问题啊。你无可能种啊，就要等收成，拢无做。这边放眼望去，有多少是你的田？如果假设我在结婚前可能知道农业一些真实这样的状况，也许我就不一定会结婚，或者不一定会投入农业。关系农村的生活了后，回乡的青年农民开始发挥创意，改变农村嘛活化产业，因引进新的技术、新的观念，让大家对农村的印象袂阁是老、阁旧、阁散车。这拢是机械化的，借由看无同款的农业经营模式啊、运作模式啊，像小讲就是来运用伫咧厝里安尼。除了引进智慧农业以外，青年农民嘛积极甲企业合作，互更较侪人入捌农村，希望会当解决农村人力断层的问题。因为阮逢甲大学即摆咧推动叫做大学社会责任。所以我就甲幸福粮食这个企业合作，目的呢是甲带学生来甲咱的社区来甲咱的庄脚，看咱即马庄脚当咧发生的一寡问题。
农村人口老化的问题还未解决，又搁要面对农地种田的考验。最近这几年来，政府积极推动太阳能政策，客家菜嘛开始大量种田。这青年农民要安怎来面对这个问题呢？烦恼是到时阵伊顶管这，伊种作的时阵，你顶管这来洗落来的物件，洗落来甲涂骹，这大个影响一定着边仔嘛。尤其咱讲的，伊这的水嘛无可能讲单纯流伫咧伊园区内底，偏啊落雨，佮对咱的沟啊落去啊。国内农地政策要安怎行？政府也要收集民意，为制度做规划。不过，伫客家这阵青年农民，因当伫为台湾土地永续发展实践理念，面临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冷机机的环境，敢有法度种西瓜？洛西亚伫南极的研究站有法度伫零下89度种出西瓜，到底是安怎种？曹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种西瓜爱找小热、大树、日头光艳艳的所在，互伊较好大。上适时的温度是日时30度以上，暗时22度以下。因若低温的所在是介毋好。毋过，罗西亚极地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说，头家伫南极有地球上低温记录89度的厄斯托克观测站，成功栽种西瓜，总共开103工。На вкус и запах подобные астраханским. Всем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ось. 科学家考虑到温室内低气压甲氧气无够的因素，经红肉甲黄肉两种杂食型的西瓜，用人工授粉、特制的土肉甲营养，嘛使用太阳能系统。今年4月中旬开始栽种，第7月收成，计共有8粒西瓜，上大粒的直径有13公分，重量大概是1公斤。От 10 до 13 сантиметров в диаметре по экватору и 0,8 до 1 килограмма веса. 罗西亚伫南极的厄斯托克科学考察站，进前已经成功栽种白绫仔菜这菜色。这届实验成功伫地球上南平种西瓜，科学家拢讲心情真欢喜。国下来会挑战栽种各种梅仔果。南极西瓜的成功，对着伫外太空长期进行实验的太空人，也是未来按算要移民去外星的人类来讲，拢有重大的意义。讲是新闻新6倍编译。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外岛地区28度到34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